后来乡亲啊，一份价值800块的客庄券，你有去甲人登记无？到早起的9点为止，全台湾有67万人去登记，也毋过有真侪民众话要落实，讲昨一个开放，就来小道早起搁卡掉咧。客委会搁来发公告，爱大家先莫来注文。客委会讲，昨相关的人员透明来改善这个系统。即摆嘛，甲要开放互民众登记的时间，为原本的26号延长到28号。想要登录客庄券，根本是变成无可能的任务。点一早起，毋是系统维护中，就是入去各种的页面。客委会来还阁直接公告讲，即马咧测试当中，请大家暂时莫登录。即嘛变成是4大部会当中系统上袂顺的一个。我们现在就是等测试好以后，我们就会直接再上线。虽然讲到23号透早10点已经有68万人完成，但是还阁有足侪人拢还袂登录。客委会嘛决定讲，延长登记截止时间，对原本26号，加剩2天到28号，营业时11点59分为止。但是除了讲我都登录有人抗议，客庄券全台湾只有11个县市、70个乡镇会当用，排除台北、嘉义、中华、台南，亲像中华有23万户落客，都人表示不满。它增加更多的点啦，是同仁都是你的子民啊，你把它分，你是甲，你是乙，你是优，你是劣，只要不要这样嘛。中华关内底有袂少百年客家古厝，是古迹，嘛是历史的建筑。但是客庄券即摆的规范是，需要乡镇内底有超过1/3的人口使用客语。客委会表示，因为经费的关系，敢若只有政府讲的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乡是会当使用的地点，就是希望讲会当加强火力推广客家文化。